近日，震驚全港鐵路迷嘅亞風 Feng White Tattoo 5745自殺身亡，究竟發生咩事令佢自殺？我哋一齊了解下。歡迎收睇香港模擬巴士及鐵路發展中心 HKRBA 頻道。本頻道主要拍 Roblox 巴士片、Roblox 港鐵片、縮時行車紀錄片、巴士定格動畫等，請即訂閱本頻道，多謝。自從大家知道佢自殺身亡開始，即10月26日星期日，佢 YouTube 頻道嘅訂閱數量就越嚟越多，由296位，直至依家542位訂閱者，係4日內迎嚟大幅增長。更有唔少 YouTuber， 包括本頻道，將頭像轉為黑白，大家都對佢嘅死感到驚訝。佢自殺因為佢早前玩門，被人網絡欺凌，佢已經公開道歉，但人們仍然公審佢，佢感到無助，最後佢選擇自殺以結束生命。佢趁爸媽過澳門玩時，佢刻意唔同佢哋去，趁機自殺，結束生命。終年12歲2013至2025，死於青衣長康村 RIP 永懷，安息吧。我哋一齊回顧下亞風 YouTube Channel 嘅片頭。